我曾經聽過一句說話，前世嘅500次回眸，先至換嚟今生一次嘅擦身而過。全球呢，有82億6千萬人，我唔敢想象我哋究竟回眸咗幾多次，先至可以喺茫茫人海之中揾到彼此。中意一個人呢，會想擁有佢嘅現在，但係愛一個人呢，會想同佢構建未來。你就係我想攜手走過未來嘅人。多謝你出現喺我嘅生命裏面，令我嘅世界充滿咗陽光同溫暖。你嗰份純真同善良慢慢感染咗我，令我學識咗更溫柔嘅眼光去睇呢個世界，變成一個更好嘅人。每一個階段你都喺我身邊，我雖然好細膽，但係你俾咗我好多勇氣去面對一切。過去嘅9年，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，你都讓我實實在在咁感受到被愛包圍嘅幸福。我都好想用同樣甚至更多嘅愛，一世去回饋你。我愛你。多謝媽咪，你由細到大咧都好照顧我哋，又將屋企咧打理得井井有條。你唔使擔心嘅，其實香港好細個，隨時都會翻嚟。我多謝你今日好開心，阿女長大咗，好開心。大個仔啦，唔使鬧交嘅，係啊咁就好好對阿 Sophia，開心同心，知唔知啊？知道。建立一個好快樂嘅家庭，有時知唔知啊？間就多啲同我哋去下旅行。一定。你就係我想攜手走過未來嘅人。我哋一齊之後呢，第一個 Instagram 嘅 post 有一句說話，係我由始至終想對你許下嘅承諾。山無陵，江水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與君絕。因此，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何立賢願意你呂谷平為我嘅合法妻子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護你、尊重你，終生不渝。請在場各位見證，我呂谷平願以你何立賢為我合法丈夫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護你、尊重你，終生不渝。